今日要介紹嘅係中環中心一個高層嘅單位，建築面積約莫5409尺，地點處於核心嘅商業區，所以位置十分之優越。而且呢個單位處於極高層，擁有一個靚海，環境仲非常之開揚添。單位裏面而家有寫字樓嘅裝修，居高臨下，氣勢磅礴，簡直係貴客首選，身份嘅象徵啊！單位已經齊晒裝修，仲加埋房添，啱用嘅租客仲可以即租即用，連成本都慳唔少啊！現時呢個單位嘅租金約莫80零蚊尺，如果有興趣就過嚟傾下啦。如果大家對我今日介紹嘅物業有任何查詢，可聯絡我物業小子。多謝。